咁多位朋友午安啊！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嘅網上簡介及分享會。咁我哋陣間咧，首先咧會有我哋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嘅馬君琪博士去同大家去簡介我哋今次呢個傑出自然為本學教育學校及教師獎嘅獎項理念啦。然後咧，我哋分別邀請咗4位嘅評審委員或者係機構代表咧，會同大家分享多啲有關傑自然為本教嘅經驗或者睇法嘅，咁所以事不宜遲啦，首先將時間咧交俾馬博士。係，大家好，咁我叫 Sony，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呢個獎可以做得到啦，因為成個項目係延伸於我哋幾年前嘅一個大 project，咁一陣會講多兩句。咁今次呢個係第一屆嘅傑出自然為本教育學校及教師獎，咁啊非常之感謝太古基金同埋何藝家族香港基金嘅支持啦，成個項目係幾年嘅一個項目。咁當然要多謝4個協辦機構，包括中大教學院課程與教學系、學官自然教育中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同埋 WWF 嘅鼎力嘅支持，咁同埋成個獎咧，其實我哋見到下面咧有好多唔同機構嘅 logo，因為好榮幸我哋獲得好多喺香港自然教育嘅一啲機構啦，學校或者校長會嘅支持啦，政府嚟漁護處嘅支持啦，所以成個獎咧就可以話咧非常之具呢個代表性同埋認受性嘅，亦都最緊要係多謝各位學校校長、老師嘅鼎力支持同埋參與。咁所以今日希望係我用短短嘅大概十幾分鐘嘅時間，為大家可以簡介下呢個獎成個理念啊、點樣報名啊等等。咁頭先提過啦，成個獎嘅概念其實源於之前我哋做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研究，呢個研究係香港第一個做嘅大型嘅基線調查，就係揾啊香港小學生佢哋個自然而言連結感到底係點樣咧？咁我發現結果就係，喂，30%嘅小學生咧係同大自然咧係低度連結嘅喎，咁而低度連結有問題嘅喎，因為咧我哋揾到自然連結感同埋小學生嘅心理健康狀況咧係 significantly 嘅 correlated 嘅顯著相關。咁所以我哋見到話喺大自然學習唔係淨係講學習，係直接影響緊學生嘅身心健康啊！所以我哋好想去再 promote 多啲，我哋學校有機會可以幫到手，係帶學生喺大自然一來幫到學習，二來幫到提升身心健康，呢兩方面都好重要。咁因為一個學生佢唔會自己去噶嘛，佢一係家長帶佢去大自然，一係學校帶佢去大自然。而我哋都揾到，喂，家長其實都好少帶佢去大自然，係嘛？超過40%嘅家長只係每半年帶佢哋嘅小朋友去接觸一次大自然。而嗰一次咧，其實講緊可能係少過1個鐘。咁如果家長唔帶嘅時候，學校嘅 responsibility 就好高啦。咁但係學校咧，我哋發現咧，呢個都係另一個嘅基線調查。咁我哋發現喺23、24學年咧，30%嘅小學咧係未曾做過呢啲嘅戶外環境教育嘅活動嘅。如果真係小學生有去接觸大自然咧，個平均嘅數字只係得4.43個鐘。咁所以喺呢個基線調查，我哋有問咗200幾位嘅小學嘅常識科老師，我問佢哋：你哋覺得一位高小學生 ideally 一年喺大自然學習嘅時數係高？咁個時數咧係7.33個鐘。咁我又覺得，如果可以搣到至少老師們嘅呢個專業嘅 expectation，一年7點幾個鐘，咁都係件好事啊！起碼比而家個平均數4.43個鐘都多翻少少。咁係咪搣唔到咧？7點幾個鐘我又覺得唔係啊，都應該可以做到。因為有啲學校雖然係冇搞過任何嘅戶外教育活動，但有啲學校又做得好好啊。咁所以呢個獎咧，個理念就係講緊其實我哋咧希望鼓勵學校去再做多啲。或者再做好啲，帶學生去大自然學習就係咁簡單嘅嘢，係嘛？因為我哋覺得可以俾到一個 incentive 去鼓勵大家去做呢件事，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過往好多老師好熱心嘅老師已經做緊嘅，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咁我哋覺得都好值得去表揚呢啲係咁有心嘅老師啊。因為其實而家有嘅坊間有嘅，例如啲獎項，例如環境卓越大獎其實都係以學校為單位，有冇老師為單位。咁而一啲以老師為單位嘅獎項咧，又冇依一方面即係自然教育嘅獎嘅，咁所以我哋呢個係第一屆去專係推喺大自然學習嘅一個獎項，俾學校同埋俾個別嘅老師嘅。咁另一個諗法就係其實學校其實而家係唔多唔少都有做啲大學生嘅大自然學習，但係好多時候都係同個學校課程未必好直接嘅掛鈎嘅，用個教學未必好直接掛鈎嘅。
可能一啲比較外判性多少少嘅臨時啲，但係我哋都想試下借呢個獎作為一個契機，會唔會鼓勵嗰個學校將呢啲嘅大自然教育真係融入學科嘅教育學入面咧，同埋真係長期嘅 regularly 每年嘅都擺落去佢個教程入面去做咧，咁就我哋係想 achieve 到呢樣嘢。咁其實喺呢個獎入面，乜嘢叫做自然為本教育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講緊透過同大自然嘅接觸而進行嘅教育學活動咯。咁我哋都係執咗一個比較廣義少少嘅 definition，即係唔係話真係要去到山卡拉、老遠、郊野公園嗰啲先叫自然教育。Even 市區公園，因為香港就好特別，香港就係一個好別嘅地方，我哋有好豐富嘅生物多樣性，我哋嘅生物多樣性係世界級嘅。咁點解我哋有咁好嘅生物多樣性，我哋唔好好去利用去做呢一方面嘅自然回本教育咧？咁所以我哋市區公園計、市區綠地計、郊野公園、農田、河溪、海岸等等嘅戶外環境都係可以計嘅，係啦。咁啊，總之大家嗌學生去呢啲有生物多樣性、有自然嘅環境學習就 OK 啦。咁但係就唔包括學校範圍內進行嘅活動，因為呢個就喺計叫乜評分評審方面難計啲，所以勾錯學校、市區又好，大自然又好，總之係合資格嘅自然本教育嘅地方就 OK 嘅啦。咁唔包括嘅活動唔包括咧，就係室內嘅參觀啦，即係例如博物館嘅參觀唔計啦，參觀展覽唔計啦，係咪？因為我哋講到明真係去大自然啊嘛，冇理由室內都計，係咪？咁啊，校園養下小動物嗰啲啊，又或者係純粹去野餐、去 BBQ 嘅，冇學科學教育學嘅內容一啲旅行嘅，或者純運動或者純歷奇活動咧，嗰啲都冇計，因為我哋講係自然為本，冇育啊嘛。講得教育嘅一定有教育學。同埋我哋好想係 mainstream 係 formal education 貼近翻學科嘅，所以係要關學科事嘅教育學喺大自然發生嘅活動咁樣嘅一個 definition 係。咁而其實呢樣嘢自然為本教育唔係我哋 RSK 去淨係我哋講嘅，其實係國際都去講緊嘅一樣嘢嚟嘅。大家見到 IUCN 即係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全球最大嘅推自然保育嘅一個機構，佢都係你見到25年開始提 nature-based education，下面呢個 Sourcework Global 全球嘅一個領導性嘅推教育創新嘅一個 NGO，都係講緊 nature-based education。咁所以我哋喺香港，我哋都好想係同國際跟翻國際嘅潮流同埋個 trend，我哋去喺香港嘅學校去 nature-based education 自然為本教育。咁所以今次個獎咧就係有學校獎同埋教師獎嘅。學校獎講緊嘅就係我哋希望以老師以全校嘅學生參與自然為本教育嘅總時數及人數比例嘅計算去得分，用一個客觀啲嘅數據去表揚學校。喂，咁樣聽落去唔知係咩意思？唔緊要，一陣後張 slide 有講嘅。老師獎就好簡單啦，表揚個別嘅老師。咁啊，希望係着重多啲教師自主設計，同埋係佢哋自己自主帶領嘅一個活動嘅教案，評估其個人嘅理念、科學元素同埋反思報告等等。喂，點解會咁樣去設計咧？因為其實咧，你任何講得話乜嘢叫傑出，咩叫好咧，好多時候都會兩樣嘢一齊計，一個係質，一個係量，係咪？質同量先叫質同量都好嘅，你先叫好嘛。但係我哋又好明白，如果一個獎，例如學校獎，我評晒質又評晒量咧，要大家去交嘅資料咧，應該會相當多嘅。咁當牽涉到咁多嘅資料，牽涉到咁多 admin 功夫咧，又可能令大家卻步，冇咗個鼓勵嘅性，冇咗鼓勵嘅性質啦。咁所以我哋想令成件事簡單啲，但係又做到我哋想做嘅效果，所以就分開咗學校獎同教師獎。學校獎嘅其實比較側重啲喺量嘅方面，教師獎嘅比較側重啲喺質嗰方面。咁希望呼呢兩個學校獎同埋教師獎，我哋喺同量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好嘅參考，去定出咩叫傑出，係啦。咁我先講講係學校獎先。咁學校獎咧，咁啊咩學校可以參加去報名咧？就係全香港嘅官立、資助同埋直資嘅小學同埋中學都歡迎大家去報名我哋呢個學校獎嘅。咁每間學校最多可以提交一個嘅 application 啦，係啦。咁個得分即係個計分點樣計咧？點樣評審咧？就好簡單，就 based on 醫療 formula
呢條 formula 咧，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個團隊同埋好多嘅專家朋友啊，俾咗好多意見，我哋最後先定咗呢個 formula 出嚟嘅，就係盡可能係一個客觀又係現實嘅一個方式去評審。咁就係計乜嘢咧？計喺2026年，即係嚟緊9月去到出年1月期間，所有嘅自然為本教育嘅活動，學校參與嘅時數嘅加總，除翻全校學生嘅總人數，即係26至27學年嘅一個開方。咁咩係？好似好複雜咯，我哋好簡單嘅啫。咩係學生參與時數咧？學生參與時數就係指每次嘅自然為本教育活動嘅時數乘翻嗰次嘅參與學生嘅人數，然後呢一個嘅加總再除翻全校總人數嘅開方。咁點解會係咁咧？因為頭先我提過啦，我哋都希望呢個學校長咧係要量為行先嘅，即係鼓勵大家帶學生真係多啲喺大自然度學習啦，係咪？咁所以淨係計喺戶外學習嗰啲時數嘅啫，係啦。咁當然你越去得多，時數越多，越帶多啲學生去，人數越多，咁你就係喺個量方面會取勝啦，係咪？咁但係我哋都諗過，哇！咁一啲可能，喂，如果你咁樣計，一啲比較細啲嘅人數少啲嘅學校，咪會唔公平咯？咁所以考慮到呢個因素咧，點解就會下面咧全校學生總人數嘅開方除翻呢樣嘢咧？我哋就平衡翻呢個大校同細校嘅呢個 factor。咁所以喺呢個 formula 底下咧，無論係大校又好，細校又好，你唔會因為你個學生人數而得獎機會率係低咗或者點樣嘅。咁我哋呢個反覆已經用咗好多嘅方式去試過㗎啦，係計過㗎啦。咁啊係應該係一個好係 fair 嘅一個呈現嚟嘅，係啦。咁實質其實學校要交啲乜嘢嘅 data 翻嚟俾我哋去評核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只係一個 Excel 表。學校報咗名之後咧，我哋就會將一個 Excel 表咧 send 俾你。咁 Excel 表上面有3個嘅分頁啦。咁第一頁咧，我哋都寫翻好清楚老師應該點樣去填 Excel 啦，有啲咩嘅注意嘅事項啊，計分嘅方式係點啊。咁除咗呢啲事項之外，我哋有個 sample 俾大家睇嘅，第二頁你個分頁。好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呢個 sample 啦。咁下面就見到啦，有唔同嘅column啦。咁活動嘅日期、活動嘅目的、名稱、種類，咁少少嘅簡介。咁成日你見到都係填嘅，都係一啲好簡單嘅資料啦。即係例如個日期幾時邊日去咯，個目的係做啲咩學科考察咯。活動嘅名稱，個活動叫咩名啦？係咩類別？我哋有一個 drop down menu 俾你哋揀嘅，即係有自然觀察啊，有文學創作啊，有唔同嘅活動嘅類別可以你揀嘅，都唔使填嘅。咁你打翻幾句呢個簡介啦，係啦。咁然後寫翻，最緊要寫翻你去咗邊。即係頭先我講市區公園又得，大自然又得，郊野公園又得。咁你寫翻去邊個郊野公園，去咗邊個市區公園等等啦。咁最緊要呢個啦。頭先我話一定要涉及學科噶嘛，咁所以你呢個活動，呢個大自然教育活動係涉及乜嘢嘅學科嘅教學咧？咁填翻嗰個科咯。咁然後就填翻嗰個活動喺戶外進行嘅時數係有多少啦？咁個半鐘或者2個鐘咁參與嘅人數呢度可能係98個學生、117個學生係嘛？咁寫翻個。咁所以咧，電腦咧就會自動咧計翻咧呢個嘅學生參與時數，其實呢兩個食埋嘅啦，咁樣。咁所以你填咗呢啲資料，就將啲資料咧就 send 翻俾我哋就係㗎啦。咁頭先有提過一啲唔符合我哋準則嘅例子嘅，就係下面紅色呢兩行。舉個例子，咩唔符合準則咧？即係例如呢個係少少烏龜飼養員嘅活動，係嘛？因為頭先講咗飼養喺學校飼養呢啲動物係唔抵噶嘛，咁所以呢個就唔抵啦。咁另一個亦都頭先講咗，如果淨係純粹去大自然去 BBQ 旅行for fun 嗰啲就唔計嘅。咁所以呢度例如你填咗年度旅行，如果係冇牽涉到學科嘅教育學嘅，咁呢都係唔計嘅。雖然你去咗郊野公園，OK。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樣本俾大家參考啦。咁第三個分頁就係俾你哋填，俾大家去填嘅一個分頁咯。咁所以只要填晒呢啲資料，最後 send 翻俾我哋，咁就 OK 噶啦，係啦。咁所以成個希望盡量方便到大家去，唔使太多 admin 功夫要處理啦，係啦。咁而大家可能諗話，我都填咗都唔少資料啦。咁呢啲資料除咗最後評定嗰啲冠亞季優異獎之外，仲有冇咩用咧？我想話俾大家知，係非常之有用嘅。即係我哋提交呢啲資料咧，唔係淨係 for 你攞個獎嘅，係真係 for 緊我哋貢獻翻呢啲所有嘅好重要嘅寶貴嘅數據，係令到我哋成個學界
學校嘅界別或者 NGO 都可以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因為咧我哋會將大家 submit 咗嘅所有數據，我哋用一個 GIS 嘅方式係呈現翻出嚟俾所有人香港所有人去參考。因為我哋喺上次 Phase 1嘅 project 咧，我哋攞咗幾廿間學校嘅 data，已經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自然為本教育嘅活動地圖係呈現出嚟。其實我哋見到，喂，原來我哋唔同學校、中小學帶緊我哋嘅學生去緊好多唔同香港唔同地方去學習嘅喎。你見到呢啲係啊，你見到唔同地方點咗個波波上面個數字，數字就係學生嘅人數。哇，原來有成2.5K 嘅學生去咗大埔教到學習。咁我哋希望有一個 full picture of 呢個 database 啊，到底我哋全香港嘅學校，大家我哋學生去邊啲大自然學習咧？佢哋去學習係做緊啲乜咧？我哋想有一個整合啲嘅呢個數據啊，因為你見到漁護署、漁農自然護理署係呢個長嘅支持機構，我哋可以將呢啲數據分析完咧，再同漁護署 feedback 翻。喂，例如喂，原來嗰個郊野公園好多學校、好多老師去嘅喎，咁我哋係咪應該增加翻、增潤翻嗰個郊野公園嘅一啲教育嘅設施咧？即係我哋想做到啲類似咁嘅效果啊，係啊，所以大家去呢啲資料，我哋唔係淨係課，係定嗰啲冠亞季，而係真係貢獻緊俾成個我哋香港自然為本教育嘅行業嘅一個推動，一個好重要嘅啲 data，所以感謝大家提供呢啲資料。咁另外啦，就係教師獎。教師獎咧講緊就係當然係歡迎全港嘅官立資助直資小學同埋中學嘅全職教師去參加啦。咁教師就係需要係擁有 PGDE 或者持有教學士嘅學位嘅教師就可以參加。咁參加嘅老師要得到學校嘅主任或以上嘅職級嘅教師一個提名啦。咁每位教師可以 submit 一個 application 嘅。咁個計分嘅準則啦，頭先提過教師獎咧比較側重於質嘅嗰方面嘅，係啦，咁所以要分咗3個評審嘅範疇啦。啊、我哋教個人自然為本教學理念和經驗，第二就係教師諗嗰個自然為本教育嘅一個教案，同埋你係自己去親自去帶埋嗰個活動嘅一個嘅反思。第三啦，教師嘅專業嘅發展，過往有冇係參加過呢方面嘅持續嘅專業嘅發展或者進修或者 training 咧？咁都係計分嘅，係啦。咁當然我哋會有一 set 嘅即係報名啦，報名就係由而家開始就接受各學校同埋各位老師去報名㗎啦。咁個報名咧係去到1月31號咧，你填翻個 Google Form 咧，好簡單，1分鐘就填到個 Google Form 就完成個報名㗎啦。咁你報咗名之後咧，我哋就會 send 翻頭先，例如學校長嘅嗰個 Excel 表俾你啦，或者老師長嘅有好幾份 document 要你幫手填翻就係你嗰啲教案咁啲。咁你填翻完之後，喺出年2月28號或者之前交翻俾我哋，咁就搞掂㗎啦。咁跟住我哋3月咧會進行呢個評審啦，然後出年4月咧就會舉行一個盛大嘅頒獎典禮，係啦。咁我哋會有獎品，其中一個獎品我哋會去外地嘅一個專業交流團嘅，咁會七月開始，即係7月去做嘅嗰個海外交流。咁個獎品啦，獎品係乜嘢咧？個獎品學校獎。咁我哋首先講有幾多個獎先？中學組、小學組分別都會有冠軍、亞軍、季軍同埋10名嘅優異獎。咁所以中學組有13個獎項，小學組都係有13個獎項。所以其實獎嘅機會率都高嘅，因為呢個組別有13個獎項啊，所以得獎嘅機會率都高嘅，係啦。咁樣所以都鼓勵大家去參加啦，最緊要。咁獎有咩獎咧？咁可以有我哋 out 嘅免費嘅活動啦，有我哋活動嘅禮券可以之後隨時報名我哋嘅活動，咁用呢啲禮券啦，亦都會有機會係跟我哋一齊，大家一齊去一個嘅專業嘅交流團啦。即係因為外地，例如係台灣又好，或者內地都好，其實佢哋嘅自然為本教育咧係都已經行得好快，行得好前。其實我哋可以同呢啲地方嘅朋友多啲去做一個交流，係啦。咁如果係冠亞季嘅話咧，都會有我哋為嗰啲學校去拍翻一個宣傳嘅片嘅，即係喺講翻大家做得咁好嘅例子，可以分享俾同工係一個參考，係啦。咁當然唔少機會有獎杯同埋獎座啦，係啦，咁樣。咁呢就係冠亞季會有嘅嘢。咁優異獎就係有免費我哋嘅活動啦，同埋有獎座。咁教師獎，小學組同埋中學組各咧都會選出5名嘅傑出教師嘅。
係啦。咁所以每名嘅傑出教師當然有獎杯獎同，同埋都可以參與一齊去參與我哋呢個專業嘅交流團嘅。咁呢個就係獎品啦，獎品都唔錯啊！即係我 compare with，其實我有見到其他唔同嘅坊間嘅呢啲咁嘅學校啊、老師嘅獎啊，我諗我哋呢個獎品咧算係幾好啊，係啊。咁當然我諗好相信大家參加呢啲獎都唔係為咗獎品嘅咁亦都唔錯啊，我覺得。咁所以好開心啊！我哋成個獎咧，有除咗我哋 RHK 嘅代表，亦都有各個協辦機構嘅代表去支持咁啊，成為呢個評審委員會嘅評審。咁喺呢個時間咧，我交翻俾 Carrie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對呢個獎有咩問題咧，歡迎喺個chat box 打翻低。咁我哋喺唔同嘅嘉賓都分享完之後咧，睇下有冇時間我哋再去回應大家嘅問題。喺度就多謝大家，咁我交翻時間咧俾 Carrie。好，唔該晒 Sony。咁咧，咁我好快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評審委員會啦。咁首先包括我哋主辦機構代表啦，即係頭先嘅馬關祺博士，佢代表我哋香港衞生態教育協會啦。咁另外咧，我哋四間協辦機構咧都分別派出咗一位代表咧，係會參與呢一個評審委員會嘅。咁分別係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課程研究應用專業嘅副教授溫慧欣博士。另外就係嗇色園主辦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嘅郭志泰校長，仲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副總幹事兒童及家庭陳嘉琳博士，最後有世界自然基金香港分會教育總監梁恩銘先生嘅。咁所以事不宜遲咧，我首先就邀請溫博士咧，會同我哋今日分享咧由觀察到行動，小學自然為本教育與 ESD 實踐嘅。唔該，Sally。唔該晒各位老師同工，大家好，我係 Sally。咁就今日咧好開心咁樣可以喺呢度網上同大家做呢個分享啦。咁今日個主題咧就係由呢個觀察去到行動，小學自然為本教育同 ESD 嘅實踐。咁喺短短呢10分鐘裏邊咧，想同大家探討一下小學可以點樣善用呢個大自然去到進行學習咧，引導啲同學仔建立永續觀。嗰個價值觀，同埋培養佢哋探究嘅技能，同埋落實有意嘅自主行動。Next，好，咁首先咧就係點解我哋需要去落實呢個自然為本教育咧？咁對學生嚟講咧，其實 ESD 學習可持續嘅發展。其實用呢個自然為本教育咧係最有效嘅方法，其實就唔係由一啲好抽象嘅全球議題去作切入，而係咧去直接去體驗，好似佢身邊見到一塊落葉啦，一隻小昆蟲啦，或者喺某個角落見到個樹蔭啦，或者關於天氣、廚餘、校園生態各樣嘢都提出一啲嘅疑問。咁呢啲大自然其實俾到我哋好珍貴嘅東西，可以吸引我哋嘅學生去主動去睇、去感受、去提問、關懷，跟住進行個行動。Next，咁喺呢個 MBE 自然為本教育咧，就係同呢個即係可持續發展教育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起點嚟嘅 MBE。咁 MBE 咧就提供咗一啲真實嘅體驗，而 ESD 就係更加明確咁樣讓我哋個學生有個學習嘅方向。咁而兩者結合，好重要一樣嘢，有4個層面嘅素養。大家喺畫面上邊見到有4個唔同嘅 bubble 咁樣。咁第一就係知識，認識生態、氣候、資源。第二個技能，練習觀察、比較、解決問題。跟住價值觀，建立同理心、關懷同埋責任感。跟住進而係行動，行動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有一啲好微小或者呢啲咁微小嘅嘢，可能係好有意義嘅改變。所以我哋帶領我哋嘅學生去到進行呢個學習。咁原則就係從身邊嘅呢啲嘅自然出發，咁再結連到更加廣闊嘅永續議題。Next，所以最簡單一個簡單嘅 MBE 5部曲咧，
呢個成個五部曲，我覺得係老師可以作為一個出發點，點樣做到呢個 MBE？咁由呢個觀察、連結、思考，去到行動、反思，呢五部曲咧，都係喺我哋喺日常裏邊、喺大自然裏邊都可以去做到。咁我哋由呢個我哋喺自然裏邊睇到嘅嘢，去逐步同一啲生活上邊有啲關聯性，進而發現嗰啲問題，跟住採取一啲嘅行動，最後沉澱到就係我哋學咗啲乜嘢，可以點樣自我去改變呢？好，下一張唔該 next。咁第一個步驟就係我哋第一個觀察，第一步當然我哋係出自好奇心、五感。我哋啲學生可以由一啲抽象概念學習之前，去有一啲大量嘅感官嘅體驗。所以老師喺設計嘅時候，可以由我哋校園出發，去到校園外邊嘅生態漫步，可能睇下、觀察下，跟住仲可以接觸到大自然裏邊，可能分分鐘你會見到一啲昆蟲。頭先我都有提到昆蟲、小昆蟲，因為最近咧有間學校咧，我去幫佢做個少少嘅工作坊咧，就老師同我講話，佢連一隻蟻咧都睇到啊咁樣。咁呢啲嘅少少觀察咧，其實都係一啲 sensory 上邊一啲嘅體驗學習。咁我哋呢啲都要帶到去課堂裏邊，俾學生去感受到，跟住再帶領去問問題，見到啲乜嘢，聞到啲乜嘢，摸到啲乜嘢，同埋嗰度有啲乜嘢小嘅生物咧。咁其實就係呢度係打開佢好奇心。咁而下一步就係連結啦 ，next 觀察之後。當然，我哋要帶領學生去建立意義，將呢個自然同生活嘅連結，例如喺大樹帶嚟嘅遮陰同新鮮嘅空氣，同埋昆蟲，我哋有蜜蜂啦，咁去幫我哋啲植物去授粉啦。跟住操場或者喺公園裏邊嗰個日曬嘅高溫，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日常嘅一啲戶外活動。咁呢啲嘅探索等等，都可以讓我哋俾學生咧可以作出一個問題，就係大自然喺呢個部分其實係幫咗我哋啲乜嘢咧？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啲咩結連咧？如果假設冇咗呢啲嘢，生活會變成點咧？跟住 next，所以繼而就係去到呢個思考，咁啊觀察轉化到探究提問，所以學生開始探究就係點解？可能某個角落、某一個樹底下個樹蔭，特別令到你清涼一啲咧。又或者某一啲嘅植物，點解佢可以吸引到多啲嘅蝴蝶咧？又或者好似喺我校園裏邊，因為我哋有時都會有校園，或者我哋去頭先講話旅行唔計啦。但係喺當中，我哋出去一個自然嘅考察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會帶備一啲午餐噶嘛。咁我哋都可能帶咗啲垃圾喎，呢度都可以去思考一下，究竟即係我哋喺當中，我哋製造咗啲乜嘢垃圾，幾多垃圾咧？咁啟發學生可以問多一啲好嘅問題，呢個係好重要嘅好嘅問題。好啦，跟住落到去下一章行動 next。呢個第四步就係我哋落實個行動。對學生嚟講，行動係要簡單又見到可以達成。我哋成日話要 smart 嘛，如果好難做嘅，梗係唔做啦。所以當中我哋要簡單，亦都好容易做到嘅，要建立佢自己嘅效能感 agency。例如可能佢要保護樹木，佢諗咗一啲方案，係點樣可以即係保護多啲嘅植物咧？咁又或者喺附近可能有鳳園好多蝴蝶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佢吸引多啲即係唔同嘅物種等等呢啲，其實都可以喺一啲行動上邊，甚至乎可能小學生嘅話，同家長或者其他班級分享佢喺自然觀察嘅成果，呢啲行動可能係好細，但係影響可以係好大，亦都可以好深遠嘅。咁跟住落到去下一個步驟 ，next 就係反思啦。咁你嘅反思就係將活動嘅體驗轉化內化嘅素養，呢個係好重要一個關鍵。所以可能有時我哋會透過畫畫啦，或者有啲反思啦，或者自然嘅筆記啦，跟住去諗下
我以前以為依家我明咗一啲乜咧，去引導學生去沉澱佢呢個學習嘅經歷，喺當中佢學咗啲咩？喺戶外嘅時候，佢心情係點樣㗎？下一步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因為頭先我話行動嘛，咁下一次行動嘅時候，我可以諗多少少，下一次我可以再做成點樣咧？咁所以喺當中咧，頭先講呢去一連串呢5個步驟咧。我哋再落到去 SDG 嘅時候，大家互相去結連嘅時候，究竟可以做啲乜咧？所以 next 咧就係 SDG 轉化變成我哋一啲 common language。咁入邊咧就係連結咧，就係 SDG。我哋成日話17個 SDG 咁樣，但係我哋唔係叫學生去背所有呢17個嘅 SDG，而係呢啲嘅 SDG 係作為我哋喺呢個自然為本教育裏邊一啲嘅目標、一啲嘅角度去到睇，例如 SDG 3健康與福祉，戶外活動嘅時候同身心放鬆究竟係點樣嘅咧？SDG 12負責任嘅消費同埋生產，減廢珍惜食物。SDG 13氣候行動，我哋可能有啲時候有節能啦、低碳啦呢啲習慣。SDG 15陸域嘅生態校園或者校園以外戶外嘅生物多樣性綠化，咁呢啲嘅 SDG 其實就係觀察嘅角度去睇一樣嘢，所以唔係話係一個 checklist 我做咗幾多個 SDG， 係我哋呢一樣嘢我哋點樣睇一個成個學習嘅經歷。所以進而下一個錦囊就係總結一下個教學時嘅設計。有5個實用嘅錦囊，咁由小處入手啦，當然好簡單。由校園，頭先我話係一個 framework，咁喺校園裏邊再推進去校外，所以咧喺校內可以係講緊你校園一啲嘅可能種植嘅嘢，但係去到校外你做一啲嘅觀察，去做咗比較，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切入點。第二就係嗰個五感嘅體驗，摸、聞、聽、數、畫，呢啲都係一啲五感嘅體驗，所以咧做呢個 NBE 咧，其實記住就係一啲連結，佢同佢有關係嘅連結嘅學習。咁第三就係將成件事係好玩嘅，係真係有啲實務嘅，甚至乎有啲角色扮演嘅，有啲故事咁樣導入嘅元素，令到呢件事更加好玩。第四就係跨學科，頭先都有講話跨學科啊嘛。結合可能有依家6年級仲有常識啦，3年級仲有常識啦，結合科學或者即係人文學科、語文、VA 或者價值觀教育呢啲嘅整合都係好重要。而喺最後就係我哋要建立嗰個學習嘅歷程，由一單次嘅體驗去延伸到體驗、探究、行動、反思，去延續呢一個學習嘅旅程。咁跟住落到去咧，就係一個小小嘅例子啦，因為我想由校園裏邊咧去開展少少。雖然我哋咧要出去啦，我哋要出去，但係喺校園裏邊去到試咗，跟住再出到去更加有信心去做呢一個 MBE。咁呢個例子咧就係我哋嘅校園嘅樹啊。就咁我哋有觀察啦，校園裏邊一棵樹觀察樹皮、葉。同埋佢周圍嘅昆蟲、樹蔭、溫度等等，呢啲係觀察。咁佢可以做一啲比較嘅，出到去戶外嘅時候係咪一樣嘅咧？咁樣連結上邊，我哋討論呢棵樹為我哋學校嘅老師、同學同埋啲生物提供咗啲咩好處咧？同埋思考上邊，如果學校冇咗呢棵樹，如果喺郊野公園冇咗呢棵樹，如果喺學校以外嗰個公園都冇咗呢棵樹，環境有冇啲咩改變呢？咁而喺下邊第4個行動就係我哋可以校內嘅話，我哋當然可以做一個解說牌啦。如果喺校外嘅話，有時我哋用啲數碼故事去拍攝，跟住解說下，咦？呢個公園裏邊有啲咩樹咧？究竟呢個公園可以點樣可以再綠化一啲咧？咁呢啲反思，最後就係我哋會去諗下，究竟呢棵樹帶俾我哋係一啲乜嘢好處咧？
而我哋今日可以為大自然做嘅一件事係啲乜嘢咧？可以甚至乎佢係一個圖文嘅創作咁樣。咁呢度咧最後個結語啦，下一章。咁就即係由呢個自然體驗去到永續行動，咁就即係唔係淨係走出課室咁簡單，係要引導我哋嘅學生觀察周圍，同埋結連佢個情感，理解呢個 ESD 嘅議題，同埋展現佢嘅關懷，付諸於行動。咁而最後咧，希望佢哋學咗自然嘅學習，跟住學識點樣守護未來。咁咧，多謝大家今日即係聽呢10分鐘嘅小小嘅分享，多謝晒。唔該晒 Sally。好，咁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嗇色園主辦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校長郭志泰校長咧，佢今日嘅分享主題係透過從自然中學習，理解環境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嘅。好，有請校長。好，各位校長同埋老師，大家好。咁我其實咧就3歲開始咧就已經係喺自然中學習。咁我好記得咧有一次嘅自然學習令到我都好深印象嘅，因為當時我讀啲鄉村嘅幼稚園啦。當時咧我就拖住我表妹一齊返學嘅。咁喺某個朝頭早嘅時候咧，咁我見到咧喺我返學嘅途中喺山邊咧好多啲青蛙喺度跳下跳下。咁作為一個小朋友頑皮嘅小朋友咧，咁我自然咧就好有興趣去捉起佢啦。咁佢袋咗個袋嗰度，然後咧就點知上堂嘅時候，突然間咧啲青蛙其實唔係青蛙，係喺黑康蟾蜍咧就跳晒出嚟，跟住老師咧就好尖叫咁樣咧，就嗌得好辛苦，然後就好嬲。結果我嗰日咧就冇下午茶食。就嗰次咧，其實我好彩冇打擊到我對大自然興趣啦。我到今時今日咧，我都差唔多58歲啦。其實我嘅工作同埋我自己休閒嘅時候咧，我都係做自然學習嘅。其實頭先阿 Sony 分享嗰啲，即係以往我哋其實有好多團體都搞一啲類似環保獎啦。學校好，教師好，我都參加過。我由 ECC 嘅年代，我攞咗好多屆傑出環保老師獎。其實都有啲虛榮心嘅，攞咗之後咧覺得自己都有啲嘅達到一啲嘅情況。但係我諗講完呢啲之後咧，我想大家嘗試忘記呢個比賽，因為比賽咧其實咧係一個形式上去做，所以其實我諗我哋要攞翻住去，即係從自然中學習嘅初心，透過實地考察咧去了解多少大自然。我都即係咁多年嘅經驗咧，我就從呢個參賽咧，就到做咗好多年嘅啲綠色學校評審啊，或者仲有啲可持續發展教育嘅評審咧。其實即係我自己老實咁講，我做咗30幾年老師啦，其實我就做咗好多不同形式嘅自然教育嘅活動，亦都睇咗好多學校中小學咧，就做咗不同形式嘅自然教育活動。所以呢度咧就想分享多少少嘅。首先第一樣咧，實地考察或者喺自然中學習一樣嘢咧，係個人都能夠達到嘅。我分享有2個經驗啦。其實我試過一係喺自然教育中心做嘅時候咧，我試過一啲嘅中學嘅老師，佢打電話俾我，好老友，佢同我講：郭校長，我今日嚟嗰班學生咧，係啲學習能力好低，佢哋學唔到嘢嘅。到時你去到出標嘅時候咧，幾多老師咧係咁以做下得㗎。我就好緊張啦。佢講我自己咁誇張，間學校啲學生完全冇學習動機。佢話即係全香港頭10間最差學校。我結果咧就全程我跟足啲學生去上堂，去出 field，去有啲 presentation。但係原來我發覺咧，原來每個人都有能力係自然學習嘅，無論佢係 Band 1中嘅 Band 1，或者所謂叫 Band 3中嘅 Band 3啦。佢其實原來成個過程咧係好留心學習。原來啲學生佢可能平時咧上堂真係可能你當小學1年有6年，佢都習慣咗一個室內嘅環境咧，佢其實啲嘢未必全部有興趣。但係原來去到一個戶外嘅環境咧，佢可能好有興趣都唔定。所以其實我頭先嗰個例子咧，結果係全程我見到啲學生咧係好專心去聽 briefing，好專心去考察，好專心去欣賞大自然裏邊嘅生物，然後亦都好專心咧去搜集資料，去做佢嘅報告。
佢真係如果你從呢個學習能力，佢本身係個基礎比較差，但係到佢真係願意去做嘅時候，願意喺大自然學習嘅時候咧，佢學到好多好多好重要嘅嘢。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喺大自然學習，雖然頭先 Sony 講校園唔計，但係我又唔好意思啊，Sony，我咧就係好運用校園咧去做一啲自然教嘅嘢嘅。因為其實我以前我都可以分享少少啦。我以前喺中學嘅時候咧，我帶3個課活動嘅，我帶呢個叫做有啲家族小組啦，帶觀鳥隊啦，帶生態流隊啦。咁我每年有50幾個禮拜，都有40個禮拜以上咧嘅星期六咧，我會帶啲學生出 field。當時咧有好多老師啊、校長都擔心我，喂，阿郭 Sir，你咁樣去帶出 field 法，會唔會好辛苦啊？跟住我同佢分享，咁希望在座所有老師或者校長都可以領略到一樣嘢。其實我帶學生出 field，帶學生去大自然嘅時候咧，我係一個 relax 嘅，即係雖然我係好認真去做晒所有風險評估，做晒所有嘅功課，但係我係好 enjoy 係同啲學生啲咁嘅活動。咁所以調翻轉咧，因為我就算一年有40個禮拜帶啲學生出 field 咧，去做觀鳥活動啊，做生態類活動啊，做耕作活動，但係我都覺得唔夠。咁我本身係教科學科啦，同埋呢個生物科嘅。咁我上堂咧就唔係好中意坐喺課室嘅，當然我唔會堂唔坐喺課室啦。咁例如我牽涉到一啲關於啲植物啊，關於一啲動物嗰啲嘅課程嘅時候，我就會帶啲學生咧去校園裏邊去一啲做一啲觀察。咁同埋咧，其實一啲觀察未必係去到當然我哋社區公園啊、郊野公園啊，或者我哋好多戶外環境咧都好好嘅。咁呢度賣下廣告，咁其實我哋學校有個嘅香港生物多樣性嘅招呼咧，其實都好詳盡㗎。你任何一間學校咧，喺你附近嗰啲標西咧，好啱大家去嘅。咁呢個咧就之後我 send 俾阿 Sony 就 send 俾大家，咁都幾好幾有用嘅，同埋就周圍都好多嘢睇。咁而另外都想分享多個例子咧，就係其實咧就我哋啲小學生咧，其實小學個環境我都知道面對一啲嘅困難嘅，因為可能校園又未必咁大啊，同埋因為始終要照顧啲學生啲。但係我好彩咧，咁多年裏邊咧，我太太係小學老師啦，咁另外好多朋友係小學老師啦，所以佢有時有啲困難嘅地方咧，就會揾到我去帶嘅。咁啲乖節活動嗰啲，咁我都好明白小學啲學生真係佢哋自己能力比較少，有你一個老師係帶住30個學生出到戶外咧，係有啲擔心嘅。咁所以有時呢啲咧就其實我哋坊間都有好多團體咧，即係環保團體啊，或者一啲嘅其他組織咧，其實都有啲免費嘅服務。咁所以多啲瀏覽下咧，其實佢可以幫到你好多。同埋最初唔識唔緊要嘅。咁我記得我第一次咧去帶中華白海豚嘅團嘅時候咧，個誘因係點嘅咧？就係因為有一次咧就我本來有啲環保活動要做，點知咧就落大雨，咁啊就喺山上面我喺大帽山小學做，就做唔到啲考察活動，結果咧就係臨時臨急就揾咗啲朋友咧，就揾咗個專家咧，就帶我去睇中華白海豚。咁但係睇完之後發覺之後，好容易啫。咁啊結果咧就自己咧就去網上學習啦，又都多啲留意啦。咁我結果就睇中華白海豚咧，已經成為咗我哋學校嘅中年級嘅全科學習活動。咁我每年去帶咗好多年。咁啊當然而家你叫我帶去睇中華白海豚咧，我絕對唔敢同佢講咧，一定睇到。咁我以往咁多年我帶過百次嘅睇中華白海豚咧，我未失過手嘅，即係一定會睇到嘅，亦都會俾啲學生即係你睇到嘅時候，即係覺得原來咧中華白海豚對我哋我哋而家喺屯門區嘅間學校，原來就喺我哋蝴蝶灣對出少少就係有噶啦。咁所以佢個感覺係完全一個唔同嘅情況。咁你亦都分享到少少一啲我哋香港自然教育中心我哋做一啲好多實地考察嗰啲嘅情況。而啲實地考察咧，你未必一定要嚟我哋嗰度做，其實喺你個區域裏面都可以做。例如我哋地理科咧，好多時會做啲都市研究啦。咁都市研究咧，就當然咧就我哋有時會睇埋啲植被嗰啲個對大自然影響。咁頭先阿 Sally 就講到一啲另外一啲樹嗰啲咧，其實樹咧你做啲實地考察真係好好玩嘅。咁特別咁呢排成日啲超級酷熱天氣指數咧，咁你哋喺荃灣區嘅戶外地方，喺冇樹嘅地方，同埋喺有樹嘅地方咧，個溫差咧
係一個超級無敵大，個濕度亦都相差好遠。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荃灣區，其實區區你都可以做一啲地科關於環境嘅實地考察，咁亦都可以了解當區嘅生物啦。咁而另外我哋都會每年我哋都會搞一啲即係關於啲氣候變化一啲嘅 project。咁我今年好感動，因為睇到好多學校咧，佢除咗去研究翻佢一啲校園嘅微氣候之後咧，佢仲會咧研究翻社區嘅微氣候。咁然後又將啲微氣候嗰啲信息咧，從當區啲議員啊同學校反映，有時佢話學校唔夠綠化，又要求校長咧就做多綠化。所以其實原來我哋喺自然裏邊去實地考察，除咗喺我哋嘅戶外之外咧，亦都可以喺翻我哋校園啦，喺我哋社區啦，甚至喺我哋其他地方，因為而家好興啲交流團啦，你去到其他交流團嘅時候咧，可以做埋一樣嘢，咁加個元素嚟都好。同埋頭先阿 Sony 都提到，其實我哋旅行咧，可唔可以計啲嘢咧？其實我學校嘅以前我做中學嘅旅行咧，係絕對可以教做嘅，因為我哋通常我哋會做埋啲無污染旅行嘅教育啦，同埋都會做埋一啲清理垃圾嘅活動嘅。咁你一個郊野公園你去做埋啲嘢咧，其實就最初咧，即係通常你推啲嘅 policy 咧，即係好坦白咁講咧，間間學校啲老師或者校長都有啲問號，有啲質疑，喂，學生點去做咧？咁但係我就咁多年嘅經驗咧，即係睇到學生原來佢最初佢都可能有啲 hesitate 嘅，但係當你去真係去做嘅時候，做完之後佢又好有滿足感嘅喎。所以而家好多坊間好多團體都會搞啲靜態活動啊，即係或者靜郊嘅公園活動啊，或者植樹活動，我覺得都好值得鼓勵嘅。咁我都以前係創造咗歷史嘅，我哋就試過全家學校所有老師、校工、校長，我一齊做千人大植樹嘅。咁我而家我成日都經過翻去呢一個叫做北潭坳嗰個富人山咧，我記得即係當時都場面都好震撼。咁同埋我諗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都可以去做嘅。咁而另外生物科咧都舉啲例子啦。咁我其實大學嘅時候咧，就我諗阿靜阿 Yami 唔知佢嗰個年代有冇做啦。我哋去做考察嘅時候咧，會做啲咩嘢咧？好多樣嘅考察啦，其中一樣啦，會研究一啲生物嘅一啲嘅糞便嘅。咁我就會研究一啲牛嘅糞便啦。咁我就會當時啲衞生條件比較差，我哋帶啲即係嗰啲大 X 樂啊，食啲燒春雞啲透明手套。咁我就會揀啲咧，即係半生不熟嘅牛屎咧，就去撩開佢啊。然後有時因為佢裏邊好成個好似個芝士蛋糕咁樣啦，咁要掹開晒啲嘢睇裏邊啲昆蟲幼蟲啦。咁嗰個印象我到而家都好記得嗰少少味道。咁所以而家我哋進級版嘅時，而家好多時候帶啲小學啲活動咧，去啲類似 camp 啊、睇天文啊、睇啲生態嘅時候咧，我仲好中意喺玩牛屎嘅同啲同學。咁我哋就會俾佢即係齋架牛屎嚟玩下。咁啊當然你唔好攞個濕嘅牛屎啦，其實乾咗牛屎係完全冇嘢。因為有時我哋好多時老師啦或者家長或者校長都有個錯誤觀念，就係哇做啲大自然嗰啲嘢咧都唔衞生。其實咧乾咗牛屎咧，其實同啲屎咧係冇乜分別嘅。咁另外我諗我最後尾都分享少少啦，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啲朋友就好驚啲自然嘅生物，例如蛇啊，例如啱啱今日我諗大家聽完個新聞之後好驚咧，啲狗原來會咬死人嘅。咁但係我即係可以話俾你知咧，蛇、狗、野豬、馬騮本身唔係啲兇惡動物，只不過有時係一啲好特別嘅意外去造成呢個嘅情況。咁我喺野外見野豬、見蛇咧，見好多。咁其實就即係從來我成日都講啦，我而家申請緊蛇，真正蛇王。咁咧就蛇並不會咬人。咁我點解申請做蛇王咧？就唔係想做一個蛇王校長。咁其實最主要咧，就我哋好多時有時睇啲片段咧，啲蛇王佢對條蛇咧就唔係好友善，或者咧就即係做唔需要咁樣去處理佢嘅。咁我有一個友善啲嘅方法去處理。咁所以而狗嗰個方面咧，咁亦都一樣。咁我哋去考察成日會見到狗。咁我哋成日都同啲我哋自己老師啦，同埋啲學生會做一個心理輔導。其實咧，啲狗喺度吠你咧係 on duty，
即係等於個secure。咁你入去一個地方，入咗去地方，佢都會問下你，喂，你嚟揾邊個啊？你做啲咩嘢啊？咁我自己野外嘅經驗咧，即係遇到啲狗嗰啲咧，廿幾隻，咁其實佢開頭會吠你嘅，但係你當你唔驚佢嘅時候咧，你同佢友善嘅時候咧，佢係跟住同佢玩嘅。我嗰啲所謂啲惡狗群咧，全部都可以上手同佢玩嘅。咁啊，當然咧就唔係鼓勵大家去做啲嘢。咁但係即係至少我哋咧就唔好咧去到大自然嘅時候咧，老師同你要第一樣嘢就係唔好自己嗌先，即係就算想嗌咧，都暫時唔好嗌住，因為嗌咧係冇乜幫助嘅，即係令到咧即係學生都更加驚。咁所以咧就有現實佢真係唔會有嘢嘅。只要你集中埋一齊，如果你類似去戶外嘅時候見到啲你認為嗰啲生物好恐怖咧，你其實無論咩鬼嘢帶把遮就得㗎啦。開咗把遮咧，無論野豬好、狗好、馬騮好咧，你都可以同佢保持一個適當距離嘅。咁而另外咧就都想講多少少例子嘅。其實我哋頭先講校園有一個例子啦，咁我哋校園好多植物都可以做。原來咧半滴水都有世界。咁我哋以前有個地理科嘅課程，我哋好多時就會做啲叫水質污染嘅課程。咁我都講埋條嘅地點啦。我哋喺川綠嗰度做考察嘅。咁一條河咧就係一個天然嘅溪流，咁啊冇污染嘅。另外一條咧就經過咗川綠嗰啲嘅聚落啦，同埋喺走落之後咧，哇嗰個咧就有少少似黃河同埋一個清溪嘅交匯嘅地方啦。咁睇住兩條係完全係好誇張，兩個世界溪咧，佢撈埋一齊個感覺，同埋原來我哋再喺嗰度攞啲污水一樣過去睇咧，又另外一個感覺嚟嘅。咁半滴水咧，原來咧就已經係好似一個世界咁樣，係接近1萬隻嘅微生物喺度遊動緊。如果你唔知道嗰啲係污水嘅微生物，你覺得好可愛。咁而我講翻啲可愛少少嗰啲啦。咁我最近咧就我哋啲同事喺啲海嗰咧就攞少少啲浮游生物嚟睇啦。哇！嗰個原來又係一個咧半滴水嘅一個好繽紛世界，好似有啲咧藍地球啊，啲哇好靚好活潑嘅一個世界。所以咧鼓勵啲我哋香港嘅老師啦，小學好、中學好或者校長咧，去多啲接觸去大自然。咁我就中咗一個大自然嘅毒咧。所以成日都強調咧，我哋香港學生咧有一個大自然缺失症。我咧就係一個大自然咧就強迫症，我一定要去到大自然先去生活。例如我夜晚放工咧，咁有時會撞到阿梁總監啦。咁啊佢哋啱收工嘅時候咧，就會放工一齊喺附近散步啊。咁咧就去觀察大自然啦。咁其實真係非常之有趣。咁我今日分享唔多，多謝晒大家。唔該晒郭校長，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邀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兒童康服務處理服務總監孔憲正先生咧，會同我哋分享從自然為本教育到 SEN 社交情緒支援呢個 topic 嘅。唔該，正常。好啊，大家聽到啊，嗬？OK，聽到就得啦。咁我哋就聽到咁多位講者咧講都好開心啊，即係同自然有關。咁我就其實本身做嘅工作咧就唔係直接同自然有關嘅。咁我哋做即係本身我哋做叫做特殊教育啦。咁其實我自己喺幼稚園啊、中小學都有做嘅。咁當然我自己都有喺大學教書啦。咁所以其實都接觸 SEN 嘅廣泛性都好高嘅。咁但係即係而家 SEN 你話叫佢坐喺班房坐得耐得唔得？我諗唔使問專家都知啦，係咪先？咁自然為本教育其實肯定係咪一個好嘅出路咧？咁我都覺得應該會係嗱。咁我哋就因為嗱，正話嗰幾位專家同埋之後仲有專家講自然為本教育，就肯定就好過我好多啦。咁我就可能講多少少咧，關於 SEN 同即係我哋嘅睇法同自然為本教育同 SEN 嗰個相關性啦。咁大家又可以參詳一下啦。究竟可唔可以用下自然為本教育？除咗搞唔同其他嘅嘢之外，原來支援 SEN 都係一個好嘅策略喎。嗱，呢啲
硬嘢，我相信啲老師們啊、校長們咁有豐富經驗都知啊。咁啊，我哋 SEN 嗰啲挑戰啊，點樣難以安坐啊、情緒調節啊、感官過度負荷啊、同朋友交往嗰度係差一啲啊，同埋焦慮啊、挫折管理啊等等教育啦。其實你喺學校咧，可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依啲情況嘅。可能係嗰個表面嗰個嘅outbreak 出嚟啦，咁可能背後有好多原因啦，但係你見到就可能會係呢啲嘢啦。咁我哋咧叫做有時咧都會睇一啲理論嘅，嗰個理論咧就譬如關於社交情緒嘅學習咧，我哋叫做有可能叫做 CASEL 嘅呢個咁嘅概念啦。咁啊有五個理論即係五個概念啦。其實分別我哋要做到一個情緒社交嘅一個學習咧，其實就五個重要元素：自我察覺、自我管理、社交察覺、關係技巧、負責任嘅決定。咁我哋都會諗下咧，其實做自然觀察、自然教育呢個活動咧，究竟係咪都做到呢一啲咁嘅呢個五個範疇嘅一啲情況啦？咁我哋可以舉啲例子啦。譬如我哋喺自然觀察嘅活動裏邊咧，其實學生係可以練習辨識自己嘅感受同埋身體嘅狀況。其實呢個就第一個啦，同自我察覺有關啦。又或者喺園藝啦，同埋照顧植物嘅任務裏邊咧，學生係需要等待嘅。持續嘅照顧同埋調節衝動咧，其實呢個就同第二個自我管理有關。咁又或者喺一啲小組戶外嘅探索裏邊咧，學生要輪流啦、聆聽、分工同埋回應同伴嘅需要。其實呢啲咧就有助去發展人際關係技巧同埋社交察覺，即係第三、第四個啦。又或者咧，處理自然嘅物料啊，保護生物啊，或者正話校長嗰嚿牛屎講嗰嚿牛屎咁樣啦，可能要點樣去處理佢啦？戶外個規則等等咧，其實學生都有機會咧做到一啲負責任嘅決策能力啊，即係都訓練到呢啲嘢。咁所以咧，你好簡單去睇咧，自然教育裏邊咧都好容易揾到呢個 CASEL 係呢個美國嘅模式，社交情緒學習嘅一啲重要嘅元素。咁所以其實你可能，咦，好似講講下都好似做咗咯喎，咁咪好咯。咁所以就話，如果你做自然教育嘅時候咧，你又喂原來多一個元素都可以做埋 SEN，咁咪一舉兩得啦。好啦，咁樣，因為我今日知道時間都好緊張啦，咁我哋繼續去快啲啦。嗱，咁呢一度咧就講啦，其實正話都講咗少少嘅，就係自然其實點樣可以支援 SEN 嘅學生咧？其實最簡單四樣嘢你都睇數啊，即係好簡單歸納，提升佢專注啦，情緒調節啦。感覺嘅調節啦，社交會同呢啲全部都係做到嘅。咁我舉一個即係你四個講晒係好難啊！即係我哋講挑選一啲嚟講下啦，譬如一啲理論咁樣咯，好簡單你會聽得明。原來大家嗰種愉快啊、開心咧，其實係有一啲好即係研究個理論根據，尤其是 SEN 方面，我哋睇到一啲文獻咧，就譬如睇翻就43個 study 啦，咁啊25個關於 ADHD，有18個關於自閉症嘅。咁其實原來睇翻咧，有一啲機制可以令到佢嘅注意力係恢復嘅，或者壓力係調節嘅喺自然環境裏邊。咁呢啲咧，其實舉個例啦，譬如我哋平時做嘢咧，都需要大量嗰個專注力㗎，大家都明啦。其實聽老師講嘢啊、抄寫啊等等咧，衝動控制咧，其實都會消耗咗好多呢啲專注力嘅一啲資源。但係喺自然環境裏邊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咧，嗰啲研究就話咧，有一啲柔和嘅吸引力咧，其實就即係話咧，自然景物會慢慢正面咁樣吸引人去注意，例如啲樹鬱啊，或者啲水啊，或者我唔知牛屎嘅臭味係咪都可以啦，係啦，咁有一啲會慢慢呢種嘅柔和吸引力咧，慢慢吸引佢哋咧，其實係會令到嗰個大腦有機會咧，慢慢恢復翻一啲被消耗咗嘅呢啲咁直接就係講嗰啲 direct 嗰啲 attention。咁所以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原來自然咧，即係講完咁多咧，就係其實話自然咧，都係可以幫我哋咧恢復翻我哋平常好需要嗰種注意力啊。咁所以對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你擺去自然咧，佢平時注意力咧消耗晒啦，佢就慢慢透過呢個柔和嗰個吸引力咧，去回復翻一啲佢日常需要嘅咧呢啲咁嘅專注力。咁梗係尤其是對 ADHD
更加有幫助啦，係咪？OK，咁啊，呢啲都咁其實情緒調節嗰個理論都唔特別講啦，即係壓力嘅減低，呢啲一聽就明啦，好似即係話睇校長就知啦，係咪先？乜嘢壓力都冇晒啦，係咪先？OK，嗰個唔使講理論啦，係啦，校長講晒。咁咧就即係如果好簡單嚟講咧，即係如果做好少嘅歸納，自然為本教育對 SEN 嘅價值唔係淨係個環境污轉換咁簡單，唔係淨係去咗戶外，唔係去咗接觸植物，唔係去咗觀察自然咁簡單。其實佢提供咗一啲可預測嘅結構，我哋點樣設計嘅活動啦，嗰個感官係可以調節嘅。究竟佢睇啲乜嘢啦？承受嗰個曬有幾曬啊，嗰個濕啲定硬啲啊等等咧都可以啦。佢係可以具體而真實咁做到一啲學習任務啦，低壓力嘅社交參與機會啦，成功嘅經驗與選擇權啦。其實呢啲同埋佢呢啲好多自然嘅環境咧，唔係用好多嗰個説話。係已經做到好多嘢，可以摸啊，可以大家有啲交流啊，或者一齊聽啊，用到好多SEN 嘅小朋友咧，未必最擅長透過講嘢去做咧。咁所以其實自然為本身和自然環境咧，就已經好幫到個環境本身就好幫到 SEN 嘅小朋友啦。咁最後就係話，如果做一個SEN 友善嘅自然教育嘅自然教育嚟講咧，我哋覺得有呢幾點咧，就更加可以將大家正話講嗰啲做嘅嘢咧，就對佢哋 SEN 咧就做得更好。分別就清晰嘅結構啦，有視覺嘅提示啦，感官選擇啦，社交鷹架。社交鷹架即係佢未講得好，有啲暫時性嘅嘢。咁老師對鷹架模式應該好清楚啦。咁可預測嘅轉變啦，同埋一啲成功嘅經驗啦，呢兩樣嘅所謂少少嘅 tips 啦，你去設計一個自然教育咧，其實就好幫到 SEN 嘅小朋友啦。咁最後一章啦，就係即係其實大家都會本身已經係純粹一個歸納啦。其實就係點樣係內心關懷啦，令到我哋 SEN 嘅小朋友咧一齊係成長啦。咁我哋就唔係淨喺個室內去到訓練佢哋嘅，我哋係一齊走去戶外，幫我哋嘅 SEN 咧就一齊同個家庭成長。好，咁我講住咁多，唔該晒。好，咁就正常嘅分享啊。咁最後咧，我哋有請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教育總監梁一鳴先生咧，去同我哋分享以行動為本嘅自然教育，建立新一代嘅地球公民嘅。唔該，Annie。好，唔該晒阿 Carrie，唔該晒 Sony。咁各位同工、各位老師，大家午安啦，咁樣。咁我係來自 WF 嘅。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咧，其實今年喺香港成立咗45週年啦。45週年，咁其實我哋 Day One 已經係好擁抱呢個自然為本教育，係啦，因為我哋相信自然為本教育咧係最有效嘅。咁最近好得意喎，因為我自己咧去清下我電腦啦，或者清下間房一啲嘢嘅時候咧，抄翻好多相出嚟。咁我發覺咧睇啲相咧有個好得意嘅趨勢嘅，就係40幾年前做自然教育，同埋40幾年後而家做完自然教育咧係好唔同嘅喎。係啦，我已經有 PowerPoint，不過我想講幾句開場白先。咁咧，其實40幾年前嘅自然教育咧，我睇啲相咧，個主體好清楚嘅。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個主體會放喺邊度？嗰張相嘅主體其實放喺個老師嗰度。老師永遠喺張相嘅中間，然之後側邊有啲學生圍住佢啦，又或者企晒喺前面聽佢講嘢啦。好多相都係咁樣嘅，係啦。而去近年啲嘅相咧，呢一個狀態開始少見咗。反而見到啲乜嘢咧，就係一啲活動為本多少少啲學生走嚟走去做一啲 task 啦、遊戲啦，甚至乎而家多咗見到咩咧？攞住 smartphone、攞住 iPad 去做活動咁樣。其實點解有咁嘅轉變咧？我諗大家都會好認同一樣嘢咧，就係做環境教育咧，最重要嘅目的其實唔係為咗幫啲學生去考好個試，又或者係個知識提供，而係希望佢個環境素養能夠提高，能夠喺態度同埋行為上面能夠做一啲環境友善嘅方式。而我哋都絞盡腦汁，不斷摸索，用一個最好嘅方式，能夠達到呢個效果。係啦，以下咧我就開始 share 個 PowerPoint 俾大家睇啦。大家係咪睇到我個PowerPoint？OK 啊，而家係嗰個 speaker view 嗰個 version 嚟。好啦，咁樣就應該好啲嗬。OK 嚟嘅。好，係啦，第一睇張相，見唔見到老師喺邊度？
張相放大咗啊，去咗角落放大咗，頭嗰度。咦咁樣嘅，咁樣會好啲。誒，唔知點解而家 係後邊啦。 OK。見係大家見唔見到老師喺邊度啊？老師咧去咗最後啊，着彩衫嘅就係老師啦。佢再唔係一個主體啦。係啦，其實今日咧都同大家分享咧，其實咩叫以行動為本嘅自然教育？即係簡單嚟講咧，我哋成個自然教育嗰個設計啊，嗰個定位咧，再唔係以一個老師或者我哋用個導賞員啦、導師嗰個角度咧去設計晒或者做晒所有嘢，而其他學生係參與者。其實唔單係咁，而係我哋可唔可以用一個少少以學生做多啲主導嘅方式，用佢哋自己嘅方式去探究自然，而去 facilitate 佢哋做呢件事咧咁樣。可能大家都會有摸索過啊，點樣做環境教育係最好？頭先我都講過少少，係傳統嘅環境教育咧，或者傳統嘅教育模式咧，都係我講你聽，或者你講我聽。係嘛？即係好似都係用一個知識傳遞，即係資訊傳遞嘅方式。我哋自己做環境教育以前都係咁樣，導賞 interpretation 咧係好主要嘅。但係當我哋做導賞嘅時候，一班學生簡單講，如果當中有1/3係聽你講嘅，已經好好噶啦。其實嗰2/3咧，其實可能已經發緊夢啦，混遊緊㗎啦。其實佢哋唔知自己係做啲乜嘢咁樣。其實點樣先係一個最好嘅方式咧？我哋面對一啲問題就係、究竟點樣提起學生嘅 motivation？ 點樣鼓勵佢哋參與？而我哋發覺最重要嗰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我哋要處理一個 so what 嘅問題。究竟個環境同我有咩關係？啊！而當我哋做嘅嘢係咪真係可以幫到環境咧？呢個又係另一個 so what 嘅問題。我哋好想透過我哋嘅方式咧，俾我哋嘅受眾知道環境同我哋嘅生活係好有關係。每日嘅衣食住行啦，我哋生活啦係離唔開自然界嘅資源。第二，縱然而家咧面對好大問題，係咪氣候變化啦、極端氣候啦、人口渺小，好似做唔到啲乜去改變到，但係我哋仍然深信咧，只要大家仍然緊守崗位，做少少嘢，哪怕係幾咁微小，你願意付出嘅話咧，都仍然有希望嘅。即係我哋好想咧，透過呢個方式咧，或者同大家同我哋學生去講呢件事。咁點樣去做咧？過去呢幾年咧，我哋 WWF 咧其實開始轉變緊我哋做即係自然為本教育嘅方式，就開始用一個 action-based learning 呢個形式。我唔係話做 interpretation 導賞係冇用，係仍然有佢嗰個好重要嗰個解說嘅功能。咁但係點樣攞個平衡喺解說同埋行動為本呢兩者之間，能夠互相叫做協調、互相輔助啊，相輔相成，能夠個果效更好咧，係我哋想見到嘅。等陣間咧，因為時間關係嚇，我會好快分享兩個案例。呢兩個案例咧，其實係結合咗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同埋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呢兩個元素擺喺我哋嘅 program 裏邊。當然啦，呢個只係案例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咁，但係我哋時間關係就分享唔到咁多。咁第一個案例咧，我好刻意咧揾一個咧同本地課程唔同嘅一個案例，就係揾到一個 IB 嘅課程，因為我知道think out of the box 啦，喺個箱外面咧，往往會有啲 insight 啊，有啲 inspiration 俾我哋。李寶春聯合世界書院，大家知道係一間即係大學預科嘅國際學校。咁佢同我哋咧已經合作咗3年啦。呢3年裏面咧，我哋一齊同佢去 co-create 一啲嘅即係自然為本嘅課程啊。咁做啲乜嘢咧？咁而呢個 IB 課程咧，其實係可能大家未必好認識。簡單嚟講咧，裏面有一個嘅框架咧，叫做環境系統與社會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Society）。呢個框架裏面咧，有一個專題叫做保育與科技實踐。咁喺呢個框架裏面咧，其實李寶春咧，佢每年都有1個禮拜嘅時間，咁就鼓勵啲學生咧喺出面同唔同機構啦，同唔同嘅團體合作咧，去做一個專題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嘅。咁佢哋有班學生就選擇咗同我哋一齊去合作啦。我哋同我哋老師一齊 co-create 一個禮拜嘅課程。咁呢個禮拜課程咧就去咗我哋3個嘅地方，包括海下灣海岸公園、圓洲仔海岸同埋米埔自然保護區。咁呢3個地方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啦？
啊。而當中其實佢有共通點嘅，佢全部都係海邊嚟嘅，濕地啦、海岸啦，同埋城市呢個新市鎮嘅海岸地方啦，一個共通嘅地方，變咗佢哋有得比較係。咁因為我會講多少少緊佢哋做啲乜嘢咁樣係啦。咁咧究竟做啲乜嘢啦？其實咧去到呢3個地方嘅裏面咧，每日都有唔同嘅主題。咁包括佢哋先理解嗰個地方嘅新景啦，邁步就了解咩叫濕地啦，開合灣就咩叫做珊瑚啦，咩叫做海岸生態泥灘石灘啦，而圓洲仔咧就理解下城市保育嘅一啲嘅議題啦咁樣。咁而當中佢哋共同去做一啲嘅生態調查同埋即係呢個數據係做啲乜嘢咧？佢哋喺3個地方都會攞啲水板去睇裏面嘅微塑膠。見到呢張相裏面咧，嗰啲學生攞緊好似嗰啲筲機嘅嘢咧，其實係一個用嚟去收集微塑膠啲器具嚟嘅，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哋會擺喺一啲嘅顯微鏡之下睇啦，比較下嗰3個地方究竟唔同嘅地方嘅微塑膠嗰個狀況係如何，係啦。除此之外咧，佢呢3個地方亦都有紅樹林、濕地嘅植物，咁亦都比較下呢3個地方唔同嘅濕地植物，特別紅樹林，究竟佢哋嘅物種分佈啦，佢哋高矮大小啦，究竟有咩唔同？然之後大家就要寫一啲嘅團體報告去分享翻佢哋嘅觀察啦，同埋佢哋有咩發現咁樣嘅。而去到最尾咧，佢哋都會參與一啲生態保育同埋研究嘅工作嘅。第3同第4點就係咧，佢哋會去清除一啲外來品種啦，亦都去做一啲 habitat management 嘅工作啦。你見到佢落晒水嘅，着晒小露寶落去水咧，就幫我哋喺米埔裏面咧去清一啲外來物種包括一啲福壽螺尼金菊而佢哋知道原來佢呢個行動咧係好重要嘅，等同於幫啲動物去執屋咁樣，執靚間屋，容讓啲動物咧可以好舒服好享受嗰個環境。而家地方比較得意嘅，我哋都介紹翻究竟點樣用 AI 去協助保育，因為喺呢個課程裏面咧，科技同埋社會咧都係個重點嚟嘅。咁而家當代成日都講緊 AI 啦，咁其實我哋米埔裏面咧放咗好多 AI enhanced 嘅 camera 啦，咁去幫我哋去認一啲咧即係夜間出嚟嘅動物，包括豹貓水獺七間狸嗰類啦。咁嗰啲動物咧其實日間好少見，好怕醜，咁透過影一啲 AI enhanced 出嚟嘅相，即係佢哋用 AI 去 detect 啦。咁就即係佢哋會參與裏面幫我再去確認翻究竟 AI 出嚟嗰個嘅數據 ，AI 出嚟影嘅相係咪啱嘅？咁佢就會教翻個 AI，如果佢認錯嗰隻明明係狗嚟嘅啫，認咗水獺咁佢就會教翻個 AI，咁佢都會參與喺呢個嘅活動嘅裏邊，對佢嚟講咧有好大嘅學習。咁咧俾大家好快用20秒嘅時間咧睇一睇我就揀咗一啲學生經歷咗1個禮拜嘅專題研習之後佢嘅感受啦，係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 highlight 咗即係煲嗰啲字眼，你就會見到咧，其實一個純粹生態導賞，同埋一個真係落手落腳，佢哋去參與生態保育、參與一啲嘅生態調查嘅行動裏面，究竟佢嘅學習經歷同埋佢嘅得着，其實係咩唔同？往往去生態導賞嗰啲咧，佢唔能夠寫到咁多嘢嘅。呢啲學生因為佢真係經歷過嗰個過程，佢自己有感受，佢真係由心而發咧，去寫到一啲真係好內心一啲嘅表達出嚟，係啦，咁你就見到個果效啦。好，第二個好快啦，頭先講緊個 IB 課程啦，第二個嚟翻嚟本土啦，我哋本地嘅課程。咁今年咧，我哋同9間中學一齊合作，咁就開展咗叫海動青年海洋保育行動嘅 program。你見到個動字啦，咁就代表呢個 program 咧，其實係以行動為本嘅，係啦。咁做啲乜嘢咧？其實咧最簡單個目標咧，就希望提升學生嗰個海洋素養佢知道其實海洋環境同我哋有咩關係啦，而家海洋生態面對啲咩問題啦，同埋過程嘅裏面咧，我哋更加重要咧，佢哋係會被 empower 去做一啲self-led project。喺佢哋自己學校同埋社區裏面咧，去做一啲教育工作，我哋 empower 佢哋去做嘅。
咁而過程裏面咧，我哋有3個地方咧，同佢哋一齊去做考察啦。第一咧就係去吐露港海岸附近有企咧下海，即係榕樹澳啊、泥涌啊嗰邊。如果大家有認識嘅話咧，嗰個地方有好多啲魚排嘅，係啦，好多啲海洋養殖場。其實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俾佢哋知道香港本土嘅即係海水養殖嗰個情況係點樣樣，係啦。海水養殖面臨嘅咩難處啦？而我哋點樣可以推廣呢個即係食本地鮮呢個概念，以至我哋嘅生活可以環保啲咧咁樣。咁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去我哋嘅即係海右灣海洋公園咧，就去睇珊瑚群落，做啲珊瑚嘅調查咁樣。你見到呢啲潛緊水嘅，其實真係學生嚟嘅。所以呢9間學校裏面咧，有一半嘅學校咧係有潛水隊，咁有一半學校咧就冇潛水隊。咁有潛水隊嘅學校咧，佢哋多數會揀去海下灣裏面幫佢做啲嘅珊瑚嘅調查啦。咁而冇潛水隊嗰啲咧，佢就會選擇去即係吐露港一帶企喺下海洋樹澳啊，去睇啲養殖場。係啦，咁呢度就好簡單，見到有2個主題啦。頭先都講咗少少嘅2大主題，第一就係可持續漁業。咁佢哋了解其實去到喺香港去營運呢一啲嘅即係魚排嘅時候，究竟面對啲咩問題啦？點樣營運啦？咁樣其實個經歷都好特別嘅。我哋其中去咗一個養魚場咧，都係攞咗漁護署嗰個優質養魚場嗰個資格。佢係養一啲本地青龍蝦、軟殼龍蝦，係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其實嗰隻龍蝦本身唔係軟殼嘅，點解叫軟殼龍蝦咧？就因為佢係脫殼換殼嘅時間咧，就撈咗上嚟，就攞去食嘅。咁但係咧，龍蝦換殼咧係講緊係半個鐘頭至1個鐘頭之內完成咗。如果你唔把握嗰1個鐘頭嘅話咧，個殼換咗之後咧，就變咗硬殼。龍蝦就冇咁好食噶啦。咁點樣 ensure 嗰啲龍蝦係喺換緊殼嘅時候撈上嚟咧？然後嗰個漁場咧安裝咗一啲 AI 嘅 camera， 佢 AI 幫你 detect 嗰隻嘅龍蝦，佢換殼啦，佢會有啲 signal話俾你聽嗰隻龍蝦咧係時候啦，你就捉啦咁樣。咁學生就見到哇，好歎為觀止喎！原來 AI 都可以用落去漁業方面啊。咁其實就好大學習嘅，俾佢知道原來要攞一個優質養殖呢個資格咧，係一啲都唔簡單，因為有好多譬如水質控制啊，對附近環境嘅影響啊，你要 ensure 嗰啲 product 其實係健康啊，其實搣到好多嘅 criteria 咧，先至可以成為優質嘅漁場嘅。咁對佢嚟講好多學習啦。咁另外一邊咧就係珊瑚復育啦。你見到有個 AI 個字喎，原來咧佢哋幫忙做喺海下灣嘅海底咧做呢個嘅珊瑚考察，做一個嘅類似 reef check， 即係珊瑚礁普查嗰個行動。點樣做咧？我哋同科大合作，科大已經研發咗一個 AI 嘅器材咧，就係幫佢哋喺水底，只要攞住嗰個相機，佢就自己幫你做個即係珊瑚嘅海底 mapping， 同埋認埋個物種嘅。咁只要學生攞住部相機喺水底一路潛水一路 film 咧，攞住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做咗個即係 code mapping， 甚至乎去做埋啲即係珊瑚嗰個嘅物種嗰個配對咁樣。咁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常識啊！原來咁樣做新嘅調查咧，都可以慳翻好多人力物力嘅咁樣。係啦，咁呢個頭先我都講咗啦，我就再唔重複啦。咁咧頭先都提過啦，呢個 program 個重點咧就係佢哋完咗一系列嘅即係在地實地嘅考察之後咧，其實佢哋會分學校裏面或者係佢嘅社區裏面咧，要做一啲活動嘅，係佢哋自發去 form 一啲活動。喺呢個活動佢自己去設計一啲攤位啦，諗點玩遊戲啦。譬如呢度係一個釣魚遊戲，佢係用個魚竿釣一啲即係環境友善同埋環境唔友善嘅行為，佢要分開咁樣。而過程裏面咧，佢哋自己去諗。而喺設計嘅裏面咧，其實係啲 reflection 嚟嘅。佢 reflect 翻喺過去嗰段時間，究竟喺兩個地方考察嘅時候，佢學咗啲乜嘢？所以係一個好嘅鞏固同 reflect 嘅過程。好似頭先阿 Sally 都講過，其實最重要去到最尾，其實 action 之後咧，點樣可以做 reflection？ 係啦，咁有啲小組咧去咗一個我哋都好欣賞佢哋，佢自己建議嘅。呢個係橋咀洲。橋咀大家都應該新聞成日聽呢排係嘛，即係特別受歡迎嘅嘛。一到大時大節咧，啲人就會喺橋咀裏面咧就去玩㗎啦。咁你主動喺個碼頭裏面咧，
係擺咗幾個 booth 去推廣一個珊瑚友善嘅戶外活動指引。咁而嗰啲嘅受眾咧就係所有去橋咀嗰度玩嘅遊客，無論係內地啦、本地啦、外國遊客咧，佢見親每一個嘅朋友咧，都會去同我哋傾偈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即係欣賞呢班嘅學生願意去做呢件事啦。好啦，咁亦都少少即係佢哋嘅分享啦。時間關係咧，我都唔會逐個字去同大家讀啦。咁大家去感受下係即係參加咗呢個 program 嘅學仔，其實佢都有好多好多嘅感受。而啲感受咧都唔係行貨嚟嘅，佢都係從心而發，去明白到喺個環境裏面親身參與、主動參與背後嗰個嘅學習歷程咧係幾咁寶貴。好啦，去到最尾我都想同大家即係用一個我哋自己 WF 嗰個嘅即係教育嗰個嘅使命去做一個作結咁呢個使命咧，正正就係去反映到我哋嘅工作嘅 philosophy，就係透過趣味活動、親身參與同埋體驗，培出新一代保育同埋可持續生活嘅倡導者。即係我哋深信咧，其實做好自然保育工作咧，唔係單單靠環保團體，亦都唔係靠一啲領導者，而係成個社會群策群力一齊參與先至可以做得到嘅。而最好嘅方法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親身參與同埋讓我哋體驗。呢個係我哋一直相信嘅目標嚟嘅。好，咁我嘅分享係咁多啦，唔該晒咁多位。好，唔該晒 Amy 嘅分享啊！咁最後咧，我哋仲有少少嘅總結啦。不過首先咧，Sony 咧會同大家回答下我哋個 PowerPoint 嘅回答下啱啱頭先咧喺聊天室咧有幾位朋友留咗啲關於個獎學嘅問題嘅。好，唔該 Sony。係，咁多謝大家嘅問題啊！第一條問到教師獎係咪必須以個人名義參賽？係嘅，係必須以個人名義參賽嘅。咁第二條問全校嘅戶外學習得唔得嘅？全校戶外學習都得嘅，跨學科都可以嘅，唔係淨係計生日科嘅。其他例如文化、旅館、中文、英文，甚至乎你寫到你大自然學習、學數學，總之係你真係咁樣做嘅話就得啦。係啊，咁學校獎評分只係計時數。確係嘅，咁淨係計喺大自然學習嘅時數嘅，咁所以你話跨學科嗰啲，你填到個 Excel 表寫翻係喺大自然學習嘅時數咁樣，總之係計大自然學習嘅時數啦。香港境外嘅自然學習地點得唔得？得，香港境外嘅都得，係啊。咁當然要 meet 翻其他嘅criteria 啦，係啊。咁如果大家仲有問題嘅，歡迎隨時聯絡我哋，電話又得，email 又得，隨時聯絡我哋去問，咁都得嘅，咁鼓勵大家去報名呢個獎啦。咁除咗呢個獎之外咧，仲有一樣嘢，我哋已經啱啱推出咗㗎啦，就係鼓勵大家用自然教育去做小學科學科嘅教學。咁為咗配合呢樣嘢咧，我哋設計咗呢個香港自然生態為本嘅教材套，咁專係教小四 4LD 同 4LE 嘅教學嘅內容嘅。6至9堂嘅室內課堂，我啲設計好晒，用晒香港生態，再配合埋2次追本休庭。例如沙田區學校就去翻沙田區嘅入面去出 feel， 大埔區就去翻大埔區。咁嚟緊咧，我哋會有係成套教案。如果你參加完我哋嘅教師培訓，係免費俾翻大家嘅。而我哋嘅教師培訓咧，都係免費。鼓勵大家參與嘅，其實我哋呢套教案咧已經設計好晒㗎啦，有 PowerPoint，有教師用書，有學生嘅學習記錄冊，有戶外嘅教材等等。咁所以我哋嘅區本嘅培訓咧已經接受報名啦。咁個區本培訓就係好簡單，有1次嘅 online 嘅 lecture，有2次嘅考察，一次喺市區公園，一次喺比較自然嘅環境。咁其實好快就會完成咗個培訓。咁當然係費用全免。培訓完之後會獲得我哋頭先嗰套精心設計嘅香港生態科學科嘅教材。咁你見到啦，有唔同嘅時間表嘅，咁分區嘅元朗區，我哋就去翻元朗區嘅考察地點；荃灣葵青就去翻青衣荃灣，如此類推。咁所以呢個係配合翻學校小學，你去翻就近地方出 feel。我哋盡我哋能力鼓勵學校幫大家，唔使去咁遠，喺附近就做到自然為本教育㗎啦。咁所以呢啲全部區本嘅。喺翻唔同區嘅地點做翻培訓，希望可以幫到學校去推自然教育。咁所以
我哋呢個嘅教材套，我哋教師培訓咧嚟緊都有一個嘅網上簡介會嘅，9月2號或者9月11號，咁啊好快一個簡介會，咁啊半個鐘左右，咁啊大家想了解多啲先去報名咧，歡迎大家參加呢個簡介會。咁呢個真係全部都係免費嘅，咁我哋仲有 partner school 嘅 program，咁喺簡介會都會再詳細講多少少，希望大家係參加啦，咁啊都係真係好想幫到大家手，係推呢方面嘅自然教育嘅。係啦，咁啊將時間交翻俾 Carrie。好，唔該晒。咁咧喺不知不覺咧，我哋就完成咗我哋今日嘅分享會啦。咁首先好多謝咁多位分享嘅嘉賓出席，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意義、咁多具參考價值嘅內容同埋例子啦。咁另外咧都好多謝咁多位參加者咧出席今日嘅線上分享會。咁如果你話啊頭先我可能遲咗少少到啲地方唔 miss 咗，我都唔使擔心嘅。我哋今日嘅分享會內容咧，其實我哋已經錄製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喺下個星期咧透過電郵咧都會 share 翻個錄製嘅片段俾大家啦。咁大家可以重溫翻啦。咁另外頭先個校長提到嘅可觀有個 database，我都會透過 email 咧同大家分享翻嘅。咁如果咧你係小學老師嘅話咧，都會收埋我哋關於頭先嗰份教材套同埋教師培訓嘅宣傳資料咧，我哋都會一併 email 俾大家，咁俾大家之後再參詳翻嘅。咁如果今日任何內容或者我哋 email 內容有任何疑問啊，有啲嘢想問清楚啊，都好歡迎大家隨時咧 through 唔同嘅 platform 咧去同我哋聯繫翻，我哋會有同事同大家解答翻你嘅疑惑嘅。好，咁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啦，唔該晒大家今日嘅出席啊，拜拜。拜拜。